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小记教室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 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。人俗语咧讲的“严官府出高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”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官府咧就是咱即摆咧讲的政府啦，高咧就是足济的意思。这句严官府出高贼，就是咧讲吼，若是咱即摆政府定的规定法律修过严格，安尼大家就会受空受芳，业的去冒险做贼，就是去做歹代志啦。因为政府管了修过严格，一点人情味拢无，所以大家就会想办法想要去为家己得到一寡好处。后壁迄句严爸母出阿里不达嘛是同款的意思。阿里不达咧，就是不得不起歪哥起错啦。你爸母咧教囡仔的时阵，若是受过严格，你的囡仔伫厝里得袂到温暖，同款嘛是会受空受芳，会开始讲白贼，伫你面头前咧讲一套做一套，去外口咧做一寡歹代志去交一寡阿里不达的朋友来反抗你。这两句虽然一个是咧讲政府，一个是咧讲爸母，毋过意思煞是同款的。严咧并毋是管理管教上好的方式。管理管教一定爱双方有对话，爱沟通，爱有人性。唉，你是安怎哪会伫咧吐大气咧？着阮囝最近一定甲我冤家，逐工歹面相看啊！为虾米啊？伊着嫌我互伊学伤济物件，压力伤大啊！你是互伊学啥？我着互伊学钢琴、画图、电脑、跳舞、游泳、功夫、心算，而且规定伊学校每一科咧拢爱90分以上尔。哈，安尼阁尔哦，我嘛是为伊好啊。我知啦，毋过你敢有听过严官府出高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，莫互伊学遐尼济，管遮尔严啦。趁即摆还阁会负两个人坐落来好好讲啦。唉，好啦，嘛敢若会当安尼啊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严官府出高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吼，若是大家阁有啥物想要学的俗语咧，嘛拢会使甲我讲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去帮我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爱袂记去帮我起一下订阅咧，去拍个边个小铃铛，安尼就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网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下一个节目再会。